香港天氣潮濕，成日屋企啲家私用咗幾年都好容易發霉啊！對於我嚟講咧，買嘢除咗要揀靚之外咧，質素好唔好、襟唔襟用、性價比夠唔夠高都好緊要。用咗幾廿年木櫥櫃，基本上新買翻嚟咧用幾年啦，就會開始發覺啲門啊、櫃桶啊開始閂唔到啊，開始發毛啦、變形啦，嚴重啲仲會爛埋添。Zenga 正家智慧廚房，專營304食用級不鏽鋼櫥櫃，由材料、生產到每一個細節都親自幫你把關。我哋運用激光切割啦、毫米級刨坑技術，做到無縫折彎。但係一講到用不鏽鋼櫥櫃咧，好多人都會覺得係銀色嘅。而家我哋透過敲漆同水轉印技術，已經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顏色啦，甚至木紋嘅效果，靚得嚟又保留翻不鏽鋼嘅特性，防水、防霉、防火，又冇甲醛，用10幾20年都唔會變形，又容易清潔。要揾一個啱你自己嘅，我相信你而家應該識得點樣揀。